來看南投民間反文化路自救會內的成員，和南投縣政府提告毀損、傷害甲妨害公務，昨開庭。民間鄉長甲自救會成員是佇法院外口呼籲講，司法得愛展現公義。鄉長嘛講哦，鄉親是徛出來守護家己的家園，望講法院當客觀公正來審查。司法彰顯公義。南投民間反文化路自救會在7日南投地方法院外口發口號，呼籲司法愛展現公義。因為自救會有6個人，予南投縣環保局提告，罪名包括毀損、傷害，還佫妨礙公務。原因是佇寬頻會期期間，自救會成員集會場有激烈的抗議行為。因為徛佇桌頂的時陣，無張持桌啊去害去，咱自救會今仔日有20外個出來甲聲援，佇這地方法院開庭的時陣，大家攏佇個內底咧聽，希望講法官會當做一個較公正的審判。今天我沒有看到南投環保局的人有任何人來這邊了，他們要面對民眾了。我有跟他講過了，如果他們願意用他們專業來保護南投的鄉親，我跟他們跪，我都願意了。民間鄉長陳漢立嘛到現場支持自救會，伊認為縣府的會期4個月中陸續開24天，嘛攏辦至南投市，無要去民間鄉，嘛無要聽在地的聲音，地疏民怨，確實問題重點。事件為頭到尾，沒有人想要去傷害人，但是你看南投縣政府這樣子。他這個叫做官逼民反吼，咱一定堅持到底吼。南投縣政府有一天一定會遭到報應的。南投環保局是回應講，反文化路的民眾在現場破壞桌啊椅啊，這些攏是公開物件，縣府才會提告。政府機關絕對不允許這種破壞秩序的問題發生，所以我們堅持會針對有妨礙公務，還有針對毀損公務，甚至有毆打的傷害的部分，我們都會執行相關的提告的工作。南投環保局強調，無希望看到傷過激動的抗議，嘛袂當因為意見無同就失控。望大家理性討論文化路的議題，共同解決南投的本色問題。記者楊秋南投報道。